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1月3号，我们要分享的是重新建造利未人自洁行动。我们要读以斯拉记10章23到33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约翰一书1章9节。在18世纪，英国有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叫卢威廉。他在30多岁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做《重大呼召：决心度前进圣洁的生活》。这本书是因为他看见当时的时代，教会已经坠入了一个平庸的状态当中。他认为教会已经失去其为公义发出声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特别写了那本书来激励大家能够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在这个沉睡的时代，灵性沉睡的时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叫我们决心能够过敬虔圣洁的生活的呼召。借着以斯拉他自己个人的认罪悔改的祷告，震撼了灵性沉睡的利未人，他们愿意以自洁的行动来回应，他们决心要活出分别为圣的生活，过敬虔圣洁的生活。利未人是属于利未支派，就是利亚给雅各生的第3个儿子。他们是一群在以色列人当中被上帝特别拣选出来服侍上帝的人。不过利未人的侍奉与祭司的侍奉有所不同。祭司的职责主要是在主里会幕或是圣所里面的祭祀和敬拜的事工。那么我们看利未人他们则是主里会幕圣所里面外面的一切杂物，就好像这些事务性的是好像我们的执事来担任这一些教会的一些的事务性的性质。那尽管如此他们侍奉的性质还是为了要侍奉上帝，荣耀上帝虽然利未人他们的侍奉是属于事务性质，然而他们的侍奉仍然是很神圣的、圣洁的，或是蒙福的，因为他们是上帝特别拣选出来，然后在会幕圣所为上帝来摆上。因此上帝特别也赐福于他们。圣经有说，耶和华就是利未人的产业，凡以色列中出产的1/10，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呢，是给他们来做他们的酬劳。在民数记18章21节有这样的记载。自从犹大人被掳后，外族人既承受了当地的产业，那经过了约100年之久，自然成为地主或者是当地显赫的人物。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想要收回以前的主业并不容易嘞，除非他们进入到一种婚约的关系中，才可以因为这个关系重新建立起他们的主业。因此不少的上流人士，包括祭司、利未人，他们不顾一切与外族通婚，甚至因为这样的一个通婚，
让其他的外族人不能够欺负他们。至于社会低阶层的人士我们就不用说了他们大概没有这个必要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刚刚我们提到耶和华就是利未人的产业，但是当他们迫于生活的现实，或者是他们内心有一些的欲望想过优渥一点的生活，可能他们就会失去对上帝的敬虔。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教会如果要复兴我们一定要从领袖阶层的属灵生命做更新，才能够影响更多的信徒。祭司的悔改，利未人的悔改，该如何恢复侍奉，都要在公义和爱心的原则之下做适当的处理。因此前后以斯拉用了100天左右的时间来修复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破口。可见最蔓延广泛从宗教领袖阶层一直到平民百姓所以以斯拉他应该很慎重的来处理，因为他洞悉以色列民族中心支柱这些宗教人士若不能够保持纯一，则整个归回的群体将来必定经不起时代潮流的同化与冲击，所以他不惜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务要求回归者的群体能够在民族上保持合一纯洁。所以他用的方法乃是教导他们上帝的律法，从心来改革，透过他恳切的祷告哭泣，并让神自由做工去感动这些众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是从低阶层来提出来要以斯拉这样做，然后并要成为他的支持。而这一些的基层领袖，特别是从宗教领袖开始带头自洁，我想因为这些带头的领袖们自洁悔改，也会影响到一般群众他们愿意来悔改来自洁。我们来默想利未人是主理会幕圣所内外的一切杂物，尽管如此，他们的侍奉性质还是为了要侍奉上帝，荣耀上帝然而他们所做的是与他们侍奉的目的背道而驰，这是神不喜悦的。那这对你我有何提醒呢？当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能够侍奉你是因为你的恩典，是为了要荣耀你的圣名。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服侍你的时候，不被心理的欲望或者是今生的财物诱惑，而做出让上帝的圣名受辱，违背了上帝的心意的这一些的事。愿主圣灵你来帮助我们一生所做的都能够来荣耀主的圣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哦。